客搶購日用品，購物環境受影響，街道過多垃圾，水貨客出現，都對市民生活帶嚟影響。鋪頭咁樣就好似佢都係計自己盤數嘅啫，係咪？咁當然佢就係話人越多，咁你個旅客越多，咁我做個生意咪越好咯，係咪？自由行政策實施以嚟，對零售同埋旅遊業帶嚟龐大收益。不過喺獲得收益嘅同時，就為本地居民同埋社會嘅生活帶嚟問題。如果個人或者私人機構嘅行為帶俾社會同埋其他人額外成本，經濟學上會定義為界外效應。最經典係廠商同埋漁夫嘅例子。工廠喺河流上游生產，產生大量污染，影響下游漁夫嘅漁獲。兩者嘅矛盾可以點樣解決呢？關鍵就係在於咧，你首先要有個市場交易咧，必須咧係要界定呢樣嘢嗰個所謂嘅 property rights 啦，即係話咧，究竟你有冇權去污染嗰條河？如果你有權去污染嗰條河，咁你嗰個交易係在於即係嗰個嘅漁夫咧，要俾幾多錢啊，先至令你去減排多少少嚇。咁但係如果唔係喎，調翻轉嗰個你係冇個 property rights 係冇嘅，即係話 property rights 係話工廠係完全冇權去污染嗰條河嘅話咧，咁調翻轉啦，就係話個工廠咧就係要俾錢嗰個漁夫去補償啊嗰條河受到污染嗰個嘅咁嘅狀況咯。黃元山話：受惠開放自由行嘅零售同埋旅遊業，就好似例子入面嘅工廠喺提供服務之後帶嚟負面嘅界外效應，產生社會成本。即係如果你同做生意啲人講，佢梗係話：喂，我梗係有權做生意啦，係咪？我梗係有權做幾多生意都唔到你管啦，係咪？因為間鋪係我噶嘛，係咪？佢認為要解決問題，政府要負起界定權利嘅角色。即係話個居民有幾多嘅嘅 rights， 商鋪又有幾多 rights， 呢個係大家嗰個嘅呢個就係我所謂私有產權嘅界定啫嘛。即係話你有本身係其實係 entitled 到啲乜嘢，其實呢個係要傾嘅，其實嚇。即係話政府當然係最終有嗰個嘅牽頭嘅角色，因為所有嘅政府係應該反映到大家傾完之後落實咗嗰個遊戲規則，就係我哋所謂嘅法例啊嘛。當你界定到其實嗰個市民都係有一個權益嘅嚇，有一條乾淨嘅河嘅路嘅話咧，其實就係有個市場就要出現咯，就係話嗰啲嘅賺到錢嘅商鋪係咪要買呢個 right 先至能夠污染嗰條河咯，去補償翻嗰個受損害嘅人咯。佢話：當政府界定好產權，可以有助減少社會紛爭。就係如果你冇 define 嗰個即係嗰個 property rights， 你就冇市場嘅出現咧，嗰個整體嗰個嘅成本咧係超高，因為你會去唔到一個所謂 optimal 嘅境地啦，而會有一個所謂嘅social loss 咯嚇，即係有啲嘢你係永遠都 capture 唔到嘅嚇，就對立又好鬥爭又好，咁呢啲都係一個即係社會嘅由於 reach 唔到個 optimal point 咁嘅一個嘅 loss 咯嚇，咁個政府嘅角色就係點樣能夠使到嗰兩批人都能夠坐埋一齊去傾個遊戲規則出嚟，先至有得所謂嘅市場交易嘅出現咯嚇。但係如果兩者都各走極端，就係話喂，我賺錢天公地道啊，係咪？你唔好咁，你真係咁樣就違背呢個自由市場，咁啊冇得傾咁樣嚇。咁啲市民就覺得喂，咁我梗係唔肯傾啦。咁就變咗大家傾唔埋咧。其實對社會嗰個整體咧係會有輸蝕，因為最終可能政府就被逼點啊一刀切咁樣。黃元山認為，從經濟學嘅角度睇，唔係要判斷邊個啱邊個錯，而係要尋找達到社會最高效益嘅方法。